我相信好多啱啱開始做 gym 嘅朋友仔都會諗，究竟我應該增肌先啦，定係減脂先？咁其實呢個問題係都複雜嘅，因為要好多考慮嘅因素。所以今集我希望可以俾到啲唔同嘅睇法，大家可以令到你更加容易去諗，你應該增肌定係減脂先嘅。咁首先我哋要理解增肌同減脂兩個嘅分別喺邊。咁其實最主要嘅分別就係食幾多嘢。咁如果我哋想增肌咧，我哋要食嘅卡路里係多過我哋身體所消耗嘅。咁製造一個熱量盈餘，去令到你身體多啲能量、多啲原料去製造肌肉。咁當然啦，你要加上訓練先有效。如果唔係你食得多，你冇去做 gym，冇去俾一啲刺激身體，冇俾一個壓力身體去進步嘅時候咧，你食幾多嘢都係變咗脂肪嘅。咁所以我哋增肌要食翻多啲嘢啦。咁減脂就調翻轉啦，你要將你食嘅嘢少過你身體消耗，製造一個熱量赤字。咁你身體就會被逼去消耗自己身體嘅體脂肪去做一個能量供應俾身體去做運動，然後去修補一啲組織等等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兩者最大嘅分別啦。咁如果你問我，你應該增肌定減脂咧？第一件事就係睇你而家身體嘅狀況係點樣。咁其實我哋有個好 general 嘅建議，就係男仔最理想嘅體脂就係10至20%，女仔就係20至30%。咁其實你超過咗呢一個數值咧，大部分醫療人士都會建議你減脂先嘅，因為佢係超過咗呢個叫對於健康嘅定義，佢已經覺得有少少過度肥胖咯喎。咁當然我哋對於肥胖有好多唔同嘅準則嘅，即係可能係計你個 body fat， 可能係計你個體重，可能計 BMI。咁但係普遍都認同就係如果男仔超過20%嘅，都建議可能可以嘗試減脂先。咁呢個就當然唔係必須啦，因為好多人可能玩健美嘅，佢食到20幾30% 嘅，佢都覺得 OK，因為佢有個目標喺度。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啱啱開始做 gym，已經覺得有啲肥啦，咁你就可以試下諗下減脂，可能係比較適合你嘅。咁呢個就係從一個健康嘅角度去考慮啦。咁如果你話我唔係我偏瘦喎，已經都幾瘦下嘅時候，咁你就可以去嘗試增肌啦。咁增肌食翻多少少嘢。咁第二個考慮因素就係你做咗幾耐 gym，你係新手定係老手？如果你係新手，就會簡單定義，可能做 gym 唔夠半年、1年嘅，你身體仲係對於重量訓練仲係好大刺激。你每次做 gym 都覺得哇好酸，然後每次啲重量都加得好重嘅，都可以進步嘅。咁你見到身體個體型進步緊嘅時候，其實呢一刻我覺得你唔太需要諗增肌定減脂，因為我哋身體有一個福利期嘅。對於做 gym 嘅新手，我哋叫做身體重組 recomposition， 就係可以同時增肌同埋減脂。即係聽到好神奇，但係其實係源自於你身體對於重量呢個壓力太 fresh， 你係可以每次做 gym 都個刺激太大對你身體，佢被逼增加好多肌肉。同時咧，佢如果係即係你唔係食到極肥，你食一個可能同你平時個熱量差唔多嘅時候，你都可以達到一個減脂嘅效果。咁所以如果你係一個訓練嘅新手嚟講咧，我會認為你可以諗就係我點樣可以維持我現有嘅飲食，然後訓練度落多啲苦功。咁你就發覺，我一睇落大隻咗，脂肪都會少咗喎。咁你去到一個大概做咗1-2年 gym，咁你就可以去諗，我應該增肌期同減脂期會好啲嘅。咁第三個判斷嘅方式咧，就係問你個心理狀態，你個目標，你可唔可以接受到你呢一刻嘅狀態？即係我哋有講健康方面就係大概20%，即係對於男仔嚟講，以上咧就係要減脂啦，女仔就30%。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個心理上咧，我依家係18%，我健康嘅，但係我覺得自己好肥，我個目標係想喺夏天有6塊腹肌，我想好靚嘅身形。咁你去減脂其實係冇人話你錯，所以其實去到最後都係睇你個目標係點啊？你想要一個乜嘢嘅身形？因為好多問呢個問題嘅人，其實佢係冇一個明確嘅目標。我唔知，我就係想知理論上邊個最好，但係其實係冇理論上邊個最好，只有最適合你嘅方案。咁好多你見到健美選手會食到好肥嘅，但係呢個係佢目標嚟嘅，即係佢食到30%，日日可能食 pizza，呢個叫 dirty bulk，即係食好多高熱量嘅嘢。但係呢個係佢嘅計劃之內。咁其實理論上係冇咁健康啦，但係如果可以服務於佢嘅目標嚟講，其實係冇人話佢錯。咁所以其實係要諗，究竟你接唔接受到你呢刻嘅狀態？如果接受唔到嘅時候，咁你可以為你個身體作出一個改變，而個改變只要係合理嘅，咁就冇問題啦。咁咩叫合理咧？咁我哋可以去諗到，究竟我哋增肌期增肌應該點樣食？咁增肌啦，假如你想揀增肌啦，你可以諗就係我哋有2個方式嘅 dirty bulk 同埋 clean bulk。
dirty bulk 即係中文叫做骯髒增肌。咁顧名思義就係食一啲比較冇咁健康嘅嘢食，例如披薩、炸雞、漢堡包，因為佢哋係相對高熱量。咁對於你冇乜時間食嘢，你個胃口比較細嘅人嚟講係相對友善，因為你可以比較食一個份量少啲嘅食物，同時獲到高啲嘅熱量。因為其實唔簡單嘅，如果你想食雞胸飯，想食一啲沙律，你想食到有熱量盈餘咧，呢件事係好難嘅。咁所以其實dirty bulk係有佢嘅原理，但係佢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後果。第一個，體重上升得太快啦。咁因為我哋理想體重嘅進步幅度係每星期大概0.1至0.25公斤嘅。咁其實當你超過咗呢一個數字嘅時候，好多時候你增加嘅並唔係肌肉，而係脂肪。咁所以如果你每一個禮拜多咗1 kg 嘅，咁其實你係睇落好似大嚿咗啦，但係其實好多都係水分同埋脂肪。同埋dirty bulk佢一個唔好嘅地方就係佢會食好多相對我哋叫做加工食品或者垃圾食品嘅。雖然我個人唔係好中意用垃圾食品呢個字，但係大家會比較容易啲理解。咁當中呢啲食品咧，第一係極高度加工，第二佢會用好多可能反式脂肪，佢對於我哋身體心血管啊、我哋個人嘅發炎啊，都會有一個唔好嘅影響嘅。咁所以其實呢一方面係都要作為一個考慮啦，就係如果你揀dirty bulk嘅話，你預咗對於你嘅健康嚟講一定係冇咁好嘅。咁你話點樣可以好啲嘅 bulking 咧？就係一個叫 clean bulk。咁 clean bulk 我會比較建議啦，你要睇呢個體重嘅。你希望你每星期對於新手嚟講更加唔使話好食得太多，你每星期都係0.1至0.25 kg 嘅進步咧，已經係啱啱好啦。其實你訓練得越耐，即係你個人個年資越耐，你所增加嘅體重應該要越少嘅，因為你對於肌肉增長嘅速度係慢啲嘅。咁所以如果你係老手嘅，可能係每星期0.1 kg；你越新手嘅可以每星期0.25 kg。但係喺研究上嚟講，你每星期超過0.25 kg 咧，好多時候都係脂肪嚟嘅。咁所以呢個係可以大家作為參考增肌嘅速度啦。咁除咗講食嘢，訓練都好緊要嘅。你確保你每一次訓練咧都有進步嘅。你可以係增加重量，可以增加次數，可以增加個 tempo 個節奏，可以增加個組數。總之你要去諗點樣令到你個訓練容量，即係個 volume 有多度。咁呢個咧就係可以直接反映咗你嘅增肌表現啦。咁通常我哋去睇就係如果 volume 越高，即係個總量訓練總量越高，增肌嘅速度就會越快嘅。咁所以如果你想增肌嘅 clean bulk，留意住個重量，然後食一啲健康啲嘅食品，確保訓練係有進步嘅。咁呢幾樣嘢係要 monitor 得好啲。咁如果你揀減脂呢條路咧，咁點樣做咧？嗱，首先我哋知道減脂同增肌一樣，都有一個理想嘅速度嘅。減脂咧，我哋希望每星期最多減0.5% 至1% 嘅體重。假如我70 kg 嘅，我希望我每星期最多減0.7 kg 嘅體重，因為超過咗呢一個數字咧，比較大機會會流失肌肉嘅。咁減脂我哋係最唔想流失肌肉，因為肌肉係一個我哋叫做發電機，佢可以幫助我哋身體消耗熱量，同時保留住一個代謝。咁個卡路里點樣計咧？通常我哋會建議啦，你揾到你個 TDEE 先，即係 Total Daily Energy Expenditure，就係你個新陳代謝。咁你就要大概知道你食咗幾多嘢，你身體係維持一個正常嘅體重。咁但係有啲人唔計卡路里嘅，但係呢一個純粹係一個額外資訊。如果你係計開卡路里嘅，你最多每一日個卡路里赤字最多500卡路里，同時都要去做 gym。阻力訓練都係好緊要，因為我想保留住肌肉啊嘛，我唔係淨係想瘦到好似皮包骨咁樣，我要瘦得靚，我要瘦得健康嘅時候，咁最好就梗係加入阻力訓練啦。因為好多人一減脂就係咁做 cardio，但係佢對於我哋個肌肉刺激係比較少嘅。咁所以個總結就係，如果你體脂依家比較高嘅時候，可以諗減脂先。咁如果你話唔係，我有一個明確嘅目標，我係想透過一個高體脂去達成某一啲目標嘅時候 ，OK 冇問題，但係要留意個健康狀態。咁你話我想呢一刻增肌嘅，咁留意翻個增肌速度；我想減脂嘅，留意翻個減脂速度。兩者都要兼顧嘅就係阻力訓練，一定要加落去。咁你就可以確保增肌或者減脂都可以保持一個健康嘅體態啦。咁希望今集可以幫助到你理解你應該增肌定減脂啦。如果你有任何呢一類型相關嘅問題，歡迎喺 comment 度留言啦，我會答你嘅。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啦，拜拜。